踏入大齋期嘅第4日，讓我哋慢慢去習慣一下安靜。相信呢，吞多幾日呢，我哋就會好少少㗎喇。唔好放棄，慢慢試下。香港人呢係習慣咗忙碌，習慣咗節奏快，慢落嚟、靜落嚟係特別艱難。試下用腹式呼吸啦，可以調整我哋內在嗰個節奏慢返啲嘅。深深去吸入，吸到滿一滿 ，hold 住，跟住咧慢慢呼出去，呼到盡，連續去做3-4次嘅深呼吸，幫助我哋自己裏面嘅節奏慢慢放鬆一啲，調慢一啲啊！預備一陣，我哋再進入今日嘅靈修。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，記載喺約翰福音2章1至到12節。第3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婚宴，耶穌的母親在那裡，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宴。酒用完了，耶穌的母親對他說：他們沒有酒了。耶穌說：母親，我與你何干呢？我的時候還沒有到。他母親對傭人說：他告訴你們什麼，你們就做吧。照猶太人潔淨禮的規矩，有6口石缸擺在那裡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穌對傭人說：把缸倒滿水，他們就倒滿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穌又說：現在舀出來，送給宴會總管。他們就送了去。宴會總管嘗了那水變的酒，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，只有舀水的傭人知道。於是宴會總管叫新郎來，對他說：人家都是先擺上好酒，等客人喝夠了才擺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現在。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顯出了他的榮耀來。他的門徒就信他了。這事以後，耶穌與他的母親、兄弟和門徒都下迦百農去，在那裡住了不多幾天。
讓我哋咧慢慢細心去睇清楚呢一段嘅經文。第三日係咩意思咧？有好多釋經嘅學者話係連帶住第一章嘅4日加埋呢3日，去媲美住7日嘅創造。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咧？耶穌嘅第一個神蹟係喺加利利嘅迦拿嘅一個婚宴當中。當其時，耶穌嘅媽媽、耶穌同埋門徒都喺嗰度，一個歡慶嘅婚宴，竟然突然間飲晒啲酒喎。耶穌嘅媽媽就對耶穌講：冇晒酒啊！竟然當其時嘅耶穌回答咗一句：母親，我與你何干呢？我嘅時候還沒有到。呢度嘅翻譯呢，將婦人直接譯咗做母親，相信係因為好多人對於呢一個稱號呢都好多疑問啊。但其實原文真係譯婦人㗎噃，係唔係耶穌唔尊重佢媽媽呢？嗬？其實呢一度咧，與你何干嘅意思係對應住我嘅時候未到啊！耶穌嘅道成肉身咧，係好鄭重咁咧，去講明咧，佢聽到乜嘢佢就做乜嘢，神要佢做嘅佢就會做，時候未到係指住十字架講嘅，即係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。未咁快啊，未係嗰個時間，所以我唔應該喺呢度做呢一個神蹟嘅。我與你何干係因為時候未到，你係唔應該期望我喺呢一度聽你嘅吩咐嘅。但耶穌嘅媽媽咧，冇因為耶穌呢一句嘅回話咧而放棄噃，佢只係同傭人講，佢叫你做乜你就做啦。係咪睇到耶穌嘅媽媽都幾有信心？佢知道耶穌係一個點樣嘅主。經文第6節描述到喺嗰度有6個石缸，係猶太人用於潔淨禮儀嘅規矩㗎。每一口嘅石缸可以放2-3桶水。其實6個石缸咧，大概咧差唔多有900支紅酒咁多。耶穌係吩咐用人將水倒滿喺石缸，倒到去缸口，然後倒出去俾宴會嘅總管去品嘗。宴會總管品嘗咗之後，大讚呢一啲嘅酒係好酒，嗌咗新郎哥嚟，佢話人家咧都會擺上好酒先，然後擺上次嘅，但係你就將好酒留到而家先至放出嚟。真係好好啊！可以咁講係錦上添花。呢個就係耶穌第一個神蹟，係因應媽媽嘅請求，亦都係因應呢一個婚宴嘅歡樂，耶穌給予成全嘅一個神蹟。耶穌嘅時候未到，但係喺恩典嘅視野裏面，耶穌額外嘅施恩。今日透過呢一段嘅經文，
神對你講咗啲乜嘢呢？讓我哋安靜嚟到耶穌嘅面前，多謝耶穌啦！你知唔知道耶穌係一個錦上添花嘅神，係樂意成全讓我哋歡樂嘅主？耶穌並唔係一個好籠統、死守律法咁樣嘅視野。耶穌嘅嚟到係以愛成全律法。今日我哋點樣睇呢一位喺迦拿裏邊婚宴施展第一個神蹟嘅耶穌呢？讓我哋一同嘅禱告。耶穌，我哋要感謝你，讚美你。冇錯啊，我哋嘅時間總係我哋鍾意點做就點做。我哋好多時對你都帶住一啲嘅期望，好想耶穌你去滿足我哋裏邊嘅需求，但又好驚我哋唔合你心意。耶穌，感謝你透過水變酒嘅神蹟，呢個獨特嘅記號放喺我哋嘅心嘅裏面，讓我哋認出耶穌你嘅愛係成全咗律法裏邊嘅規條，你係承載住歡樂，承載住滿足我哋嘅神蹟奇事嘅嗰位主。耶穌，求你繼續開啟我哋對你嘅認識，俾我哋知道你係一個點樣嘅神，喺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，更深嘅係懂得多謝你，更深嘅去懂得去祈求，更深嘅去愛你。求你繼續引領我哋，繼續去睇約翰福音嘅過程。願你嘅愛充滿喺我哋嘅內心。我哋咁樣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